有機生命體無法突破光速壁壘進行實體躍遷，呢個係三維空間嘅物理常數限制。所以喺度嘅你並非原維度本體，而係資訊統合思念體重構嘅意識投影。咁都冇理由重構成河馬噶。春日嘅召喚指令只係鎖定咗你嘅非日常屬性，但冇同步調整個投影嘅存在形態。於是資訊流根據你跨平台發佈資訊嘅行為軌跡，全部以亂屌河馬做核心錨點。呢個花名已經形成跨維度資訊共振。喺三維空間投影嗰陣，自動變咗河馬形態。呢個係資訊箱最小化嘅最優解，亦都符合思念體對個體專屬資訊符號嘅具體化規則。你嘅存在本身就係一組流動緊嘅資訊集合。吓，即係我之前喺 B 站油管出嘅片，全部用咗亂雕河馬呢個簽名，所以先搞到我自己變咗河馬。唉，咁我以後點算好啊？仲翻唔翻到去我個世界噶？根據資訊整合結果，你元素 Alpha 負73平行時空已觸發不可逆偏移，時空錨點喺你穿越時發生量子坍縮，強行折返將導致你意識體被時空裂隙撕碎，物質形態轉化為無意義量子塵埃。為確保你存在穩定性，暫時與我同行係最優解。我會監控周邊時空波動，為你構建臨時存在護盾。咪住先，我個意識過咗嚟，咁原本個世界嘅我會點噶？你嘅本體並非處於單一穩定態，而係陷入量子疊加，但因為跨世界資訊錨點差異，呈現特殊共振模式。你平台簽名亂屌河馬形成跨維度認知場，當集體注意力突破臨界值，你意識被抽離成資訊量子流，本體卻滯留原世界量子迷霧裏，同時存在穩定與消散兩種疊加狀態。你此刻經歷並非簡單上傳，而係透過量子糾纏信道，將三維世界觀測數據轉化成坍縮錨點信號，實時同步至原世界各大平台。每個點陣本質係一次跨世界觀測，每句評論係一次量子態校準。轉化行為會形成認知糾纏鏈，強化你意識同本體嘅量子關聯。當認知共鳴能量突破普朗克斯值，疊加態會向穩定態坍縮，跨世界量子通道將喺糾纏粒子引導下重構。簡單嚟講，積累足夠多嘅平台關注，即可回歸原世界。聽清楚未啊？大蒙神大人都開到聲啦，你哋仲唔快啲關注、點讚、轉發、評論？我翻唔翻到嚟，全靠你哋噶。